會抽樣資產邊啊上？我哋唔打人㗎，去救人咋？我唔想呢度變綠色天安門廣場啊！大家好，我是紀錄片的導演李家懷。今日想要帶大家推薦一支香港人拍的紀錄片，叫《時代革命》。推薦台灣人來看不？有啊，一定愛來看。然後也推薦身邊人去看。我自己仍然也在找尋自己能多做什麼事。我是澳門人，我只覺得那時候的我在台灣是非常幸運的。有啊，尤其是最後一段的時陣，我看哪來考啊嘿。我不會講台語。剛考。有啊。其實中間有幾段真的是快要哭，就覺得很心碎。陳川年，這電影迄演員來攏遮高演哈。然後因為想到，如果這些都是演的，你可能就是當下哭過就算。但看到片尾我攏哭咧，迄包面紙攏無夠用。作為一個香港人來看，他的記錄的是其實算蠻真實的。生活在這個本來這自由的社會，結果因為安尼，互大家多難。我會邀請阮所有朋友一起來看這個片。台灣啊，發生一國兩制，敢有可能是安尼？我相信這部片絕對可以帶給大家一個非常震撼以及不同的視角哈。追尋公義的路，無論要走多久，我們都要走下去。香港加油！在這個影片內底，咱有看到足濟我感覺本來是咱足了解的這個過程吼，但事實上去看過影片了，才知影講，佫有足濟咱攏無了解的這個過程吼，一寡不公不義的過程。這個互我想到1947年的時陣，台灣爆發228事件，佇咧台中嘛有一群少年人吼，一寡學生因家己自願徛出來要對抗這個不公不義的政權。雖然1947年離即馬已經超過70幾年啊，咱無法度透過影像去了解迄段過程，但是咧，佇即支香港的紀錄片《時代革命》內底，看到這個同款是少年人嘛好，也是一寡族民嘛好，不顧家己的性命危險來抗爭，甚至流血失去性命。陳川年你看這紀錄片感覺安怎？袂歹啊。你敢有考？有啊。你好，我是叫 Yuki， 我是澳門人，對，我來自澳門，對。那我本身是已經來台灣10年了，來讀書，然後就是工作這樣子，就很熟悉的感覺，好像回到了那一年的感覺，就幾乎都有歷歷在目的感覺。作為一個香港人來看，他的記錄的是其實算蠻真實的，然後他其中還有一些著名人士啊，或者是政治人物的評論。然後中途加插這一些運動的參與者的意見，其實是蠻重要的。你看了革命時代敢有感動？有哦，我自頭到尾吼，看到片尾我攏哭咧。我是覺得，無論這個路要走多久，可能是數年，可能是數十年，可能是一個世代，可能是數個世代，但是我是覺得我們就像王志峰說的我們站在自由世界的最前沿。我們可以是自由世界的最前沿，我們不甘心做一個中國大陸的其中一個城市，我們會堅持着良知，堅持着追尋公義的路，無論要走多久，我們都要走下去。香港加油！你今天為什麼會想要過來看呢？因為之前就有關注就是這個議題，但一直都是很片段，所以我不太知道他可能知道事件的始末。大一的時候就是想以自己的大學生的身份，台灣大學生的身份去參與反送中的行動，所以就有自主跟朋友去組織了一些小活動。陳川年，這電影迄演員來攏遮高演哈。應該講這是一個真實的紀錄片，這並不是一個電影。透過這個紀錄片，咱知影講香港進前發生什麼代誌。咱台灣以香港來做一個咱的借鑑，袂當擱互這個過去發生在香港的代誌，擱再繼續發生在台灣。所以講，咱台灣的民主是真做一個對着咱華人社會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示範。我們是一個華人社會的民主燈塔。有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個片段呢？最深刻應該是那個年紀很大那個阿伯陳伯他出來的時候，然後幫忙小孩，然後他就說他自己什麼都保護不了，也保護不了的小孩，然後就蠻心酸的。然後因為想到，如果這些都是演的，你可能就是當下哭過就算，但最可怕就到現在還心悸猶存的是，你知道這都是真的，然後所有都是用真實的影像把它記錄下來的，就會讓人
无力吧。对，就是世界上真的会发生这种事。我相信每一个人看到都会非常激动，我自己也有一点激动这样子。我只觉得那时候的我在台湾是非常幸运，跟我们同年代的年轻人，就是正在发生着这种事情，可是在台湾的年轻人相对很幸运，对，所以这是我甚至觉得有点内疚的感觉，所以这是我当下的感受这样子。对我感觉伫不管是什么时代只要是拄到这种不公不义的政权。这种无道理的这个统治大家拢应该看出来，爱徛出来所以就拿这个宣传的网站顶员讲的这是每一个人一生中拢爱去看的一出电影希望你去看了后，嘛会使当你的这个心得去分享更较侪人以上。我感觉讲这个纪录片是会当影响到阮台湾人的一个情绪，一个亲近的一个想法啦。对这个阮隔壁，也是讲阮对面迄个香港来讲，是一个足大影响啦，对。对，当然对阮台湾人来讲嘛，是一个对付的这种集权国家来讲，阮是爱搁较拍拼，搁团结一个，这是我的感想啦。有啊，尤其是最后一段时阵，我看哪会哭啊！迄包面纸拢无够用嘞。我会邀请阮所有的朋友一起来看这个片。我不会讲台语。原本以为很荒谬的情景，其实是真实发生在香港，让我非常震撼。我觉得是个台湾人，特别是我们身处我们旁边有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想要并吞我们的情况下，当然每个台湾人都应该要看看这部影片。其实中间有几段真的是快要哭，大概有2、3次是那种快要出来了。但是特别是当有一些老人，你会感受到其实。他们根本抗争不是为了他们的抗争，他们是为了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孩子。到最后，他们还是被打，还是被攻击，就觉得很心碎。台湾若发生一国两制，敢有可能是安尼？现在台湾就为着这是不是一国两制，就已经安尼你想咧？安尼你敢放心甲咱的国家交予中共？少年的共产党。你若要问我绝对会冲第一个，因为这是无可能会发生的代志，好唔好？你看尾啊遐囡仔甲伊的诉求。用纸条写出来的时阵，迄就是我哭了上艰苦的时阵。生活伫这个本来足自由的社会，结果因为安尼，互大家多难。所以我相信，你若用共款的方式要去制裁香港的百姓，因有咱台湾人会咧，我相信香港人会知影因家己后来的未来是爱安怎争取。所以我们其实在很多。宣传上面，包括网络，其实都有被阻挡的状态。因为疫情就是让这些行动没办法继续进行，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但我自己仍然也在找寻自己能多做什么事。谢谢你，谢谢。可以尽我所能，可能在社群上然后或是跟身边的人多讲，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那包括也推荐身边人去看。大家好，我是台老出个爱你看的阿成，独裁者的会是恁的，反映大家族谱来领。时代革命，我伫2年前，我嘛有试看卖要帮助香港人，我做保证人，要希望会当带一寡香港人透过台湾的民主来保护香港人。按讲，最可惜的是，伫香港的时阵，都先早袂过。我嘛希望大家各位台湾人继续来思考看卖要安怎来帮助咱的香港人，嘛会当透过这个纪录片电影，咱会当了解香港真正发生的代志，互咱看了真正足心疼的，一直流目屎。身为台湾人，一定爱来看卖，请大家族谱来领。
先期望可以喺1997年一回歸嘅時候，就已經有一個民主嘅選舉制度全面嘅實施。咁但係咧，中共官員就係唔得啊，冇咁快啊咁樣。香港實行唔到民主化咧，冇可能維持到香港嘅自由同法治嘅。其實我只係爭取一樣嘢啫，就係自由。咁文明嘅地方可以發生啲咁野蠻嘅管治。長運動 faces， 佢哋唔會知我嘅名嘅。因為呢場運動冇大台，所有人都係nobody is everyone。全部人真係素未謀面，但係我哋透過一個 Telegram， 咁地圖 team 嘅朋友仔就會將我哋所有資訊一次過放落翻 HKMap 嗰度嘅，仲有車手 team 啦。我哋係車手，可以確保到佢哋可以翻到屋企。冇人㗎，佢上面冇人㗎，大家走啊！我要喚起更多人去對抗呢個無良政府。831油麻地站列車入面有4個流血不止嘅傷員。我求下你啊 Sir， 你嘅差人先喺邊啊 Sir？ 我哋唔打人㗎，去救人咋？我哋之所以會俾人叫阿爸阿媽，係因為我哋喺前面執咗好多單拖仔，照顧到佢安唔安全。如果我哋兩個出咗咩事，你就當冇識過我哋唔係你度老豆老母。一個記者喺7·21俾人打。而更加離譜嘅就係警察係對於呢件事係完全知情。政權想做嘅嘢，正就係俾你班人知道，你俾人打我都冇救你。嗰件事嘅政治能量係好多血堆嚟嘅。我唔想呢度變綠色天安門廣場啊！佢掹槍啊！佢掹槍！喂！一個22歲嘅大學生要着住件避彈衣。大家都係用人頭、用身體嚟做呢個籌碼。即係每一次去阿爸阿媽話去打波，我自己冇諗過中槍，第一次就中我眼。佢哋覺得抗爭先實現到自由。當我決定走出去嗰刻，我已經撇除晒其他嘅身份，就作為一個學生，作為我阿爸阿媽嘅仔，我嘅身份就只有即使用條命都要行出去嘅抗爭者。時代革命其實唔單止係香港嘅時代革命。香港應該係要被視為世界嘅香港，國際嘅香港。